新 form 嘅網址同舊 form 係一樣嘅，都係 BNO settling in UK。咁入咗呢個網址之後呢，碌落去之後就會見到 Start Now。咁中間呢段文字基本上同之前嘅一樣。然後第一個問題就會問你會打算邊度住？咁正常通常都係 England、Scotland 咁樣。下一步就問你有冇以下嘅護照，包括係 BNO 或者香港嘅護照或者歐洲嘅護照。咁正常就答有。然後就呢一個咧就會知道用緊新 form 啦，因為佢就會問你有冇 ID check 嘅 app， 即係之後你要用嚟 scan passport 嗰個 app。然後佢呢一頁咧就會見到呢個 logo， 咁你可以睇下正常大部分近年嘅 passport 咧都係有呢一個金色或者銀色嘅 logo 嘅，咁呢個 logo 就係可以用個手機嚟 scan 個 app。然後去到呢度就撳 create an account。如果係自己填嘅話咧，就需要填自己；如果係幫小朋友嘅話，就填 someone else。然後填自己嘅名。然後 country of nationality 呢一度咧，如果係 BNO 嘅 holder 嘅話咧，就填翻 BNO。然後你嘅生日日期，然後就問你個用乜嘢 identity 去 sign in 你嘅 UKVI 啦。正常一般人咧都已經有一個 UKVI account 噶啦，因為喺5年前你申請 visa 嘅時候，正常都已經要 create 咗個 account， 咁就用翻當時 for example 有啲人係可能用 BLP 嘅，有啲人係用 passport， 咁你就睇翻你而家 sign up 呢個，大部分人都係用 passport 嘅。然後就你入咗個 passport 嗰個資料之後咧，佢如果你同你上一次 create 5年前個 visa 一樣嘅話咧，佢直接已經會係連接到揾到你個 email 同埋嗰個電話號碼噶啦。去到呢一步咧，就正式 start 個 application， 咁你就撳開始 application 嗰個掣。咁喺呢一度咧，佢亦同一步亦都見到你2021年申請 BNO visa 嗰陣時嗰個號碼噶啦。呢一個係你唔需要自己填入去嘅，因為舊 form 咧係要你自己去抄個 number 自己填入去。咁新嘅 form 咧就好聰明咁樣自己會link up 咗。下一步就係佢會有好多個 step， 逐個 step 佢就話俾你聽 in progress。咁你就撳翻入去，第一個就係你嘅 location。佢會問翻而家你係咪英國啦？咁當然你申請嘅時候需要喺英國，所以要係填 yes。然後就問你有冇用immigration advisor。如果你有用顧問嘅話就填 yes。咁我相信大部分人咧，如果自己填嘅話都係填 no 嘅。然後就問邊一個電郵地址，因為佢其實你頭先 log in 嘅時候咧，你已經填咗地址，同埋佢會 link in 翻你2021年嘅時候嘅，咁你就填翻話你會唔會想用翻呢個 email 啊，定係自己重新填一個新嘅電郵地址？然後就問翻你會唔會想用呢個電話號碼，因為佢好醒目咁樣連翻去2021年，所以有機會咧，其實個電話號碼係當時香港電話號碼。咁如果係嘅話，你就要揀一個choose a different phone number， 填翻一個你而家用到嘅英國電話號碼。然後關於個地址問你而家個地址係咪喺英國？呢個係需要填 yes 嘅，因為你要住喺英國。然後你揀翻你自己居住嘅地址啦。你嘅性別男或者女，你出世嘅地方，咁如果香港嘅話就寫翻香港，然後就填翻你英國嘅地址啦。咁你要填翻你呢一個地址係幾時開始住，譬如你係2021年某一個月份開始住嘅，咁你就照寫。如果你話係舊年先搬入去嘅話，咁佢就會繼續問你其他嘅地址。然後就問你而家呢一刻你最近期嘅 visa 係乜嘢？咁相信大部分人咧最近期個 visa 都係 BNO， 咁所以就會係第一個。咁第一個咧就係主申請人。如果你係 family member， 即係你係一個dependent 嘅話，咁你就係揀第二個，譬如仔女啊或者係partner 咁樣，咁就揀第二個。然後就問你而家呢一刻你有冇其他嘅 visa？ 一般人咧都係冇嘅。然後問你呢個 passport 有冇呢一個logo 啦，同之前問嘅一樣。咁呢一刻咧，佢就會帶你去到叫你要轉用個電話 app 嘅。咁佢會有個 QR code 俾你 send。
然後你就會去電話嗰度link，佢會有個曲彈出嚟，你會將電話同埋電腦同時間連通。其實呢個動作咧就係同你2021年個動作一樣嘅。如果你冇去過北角打指模嘅話咧，你做嘅動作同而家係一模一樣。咁首先要 scan 個電話啦，然後要用 scan 個 passport 啦，跟住要再真人影相，好似影 selfie 咁樣，咁逐步好清晰嘅。下一步嘅時候咧，其實你做完咧，佢就會叫你 log out 再 log in 過，咁佢會問你會用手機繼續用啊，定係用電腦？咁我會建議去返用電腦，因為電腦嘅話始終啲嘢清晰啲，咁你手機可能太細咧，有啲嘢可能唔清晰嘅，咁然後你就會再次 log in 返，用頭先嘅方法一樣。如果你 passport log in 嘅話咧，就用 passport log in 返。咁而家呢度就會有你個而家呢一刻申請嘅 UAN， 咁你見到係2026年4月，咁你就撳翻 Continuous Application 繼續呢個申請。咁呢度就話俾你聽，因為頭先你做咗手機個動作咧，你自動已經話俾你聽個 ID information 係 submit 咗噶啦，咁呢一步已經完成咗。然後佢問你有冇改過名，如果你出世到而家冇改過名嘅話就答 no， 如果有嘅話你就要提供翻幾時改過名，原因係乜嘢。然後呢度會問你 ID 卡，咁因為英國係冇 ID 卡嘅，咁所以其實呢一刻你要填翻香港嘅 ID 卡。咁身份證號碼括弧佢係認唔到括弧嘅，咁所以你可以唔填括弧嘅數字入去。咁下面留意 issue date 係發出日期，並不是你嘅出生日期，係身份證發出日期。然後問你有冇其他國籍啦，咁大部分人都係擁有香港國籍，咁所以你要填 yes。咁你要填翻香港同埋你嗰個幾時開始。如果你喺香港出世嘅話咧，咁呢個就填翻你嘅出世嘅月份同埋年份。然後就填喺香港 passport， 好 straightforward 啦。你記住都係 issue date， 你嘅 passport 係並非你嘅出生日期。然後佢會再問多次個 ID 卡嘅，呢個唔係 error， 佢會問2次，呢個第2次，咁同填翻頭先嘅情形一樣。然後佢問你有冇其他國籍，有啲人可能有加拿大國籍嘅或者其他國籍嘅，咁就填 yes。如果你只擁有香港國籍嘅話就填 no。去到呢一步佢會問你而家有冇一個 BNO passport， 如果你係主申請人嘅話咧，咁你一定有，咁你答 yes。下一步會叫你填翻 BNO passport 嘅 number 同埋 expiry date， 即係幾時過期啦，咁我 straightforward 可以照填翻。填翻你而家係單身定已婚。如果你2021年嘅時候咧，申報咗你結咗婚，然後你個 partner 即係你太太或者丈夫啦係邊位嘅時候，咁呢一條問題就問你，你而家呢一刻同你2021年嗰個 partner 有冇改變過？如果你個 partner 有改變嘅話咧，即係譬如離咗婚啦，咁你就答 yes。如果係同2021年個情形係不變嘅，咁就填 no。呢度就問你有冇其他嘅家庭成員一齊去申請。如果你有其他人例如你嘅仔女一齊申請嘅話，咁你就填 yes。然後呢一刻咧，佢就會彈呢個 family linking code， 你記住要抄低，因為呢個號碼咧佢係好難再揾翻出嚟嘅。但係如果你呢一刻撳 back 去翻上一頁嘅話，你再入翻呢一刻嘅話咧，佢個 code 亦都係會再改變嘅。所以你每撳一次嘅話，佢都會改變。你只係抄最後嗰次，你唔好就一路向前又向後咁啦。呢度就問你有幾多個家庭成員。如果你一家4口一齊申請嘅話，咁因為唔計你，咁所以你就填個3字。如果只係有你同埋你先生嘅話，咁就填個1字。好清楚，呢個數字記住唔好包括自己。然後就問你到達英國嘅日子，即係批咗之後，2021年批咗之後，你幾時到達英國呢？咁就問你5年之內你有冇去12個月嘅期間入邊多過150日？咁就好奇怪啦，點解嗰個規範話180日咧？其實佢呢度冇錯嘅，因為之後你就發現原來有啲國家唔需要申報，所以佢呢個如果你超過150日咧都係 OK， 只要你唔超過180日就 OK 啦。咁呢度就填，如果因為我旅行唔多啦，咁所以我就冇超過150日，你就填 no。
然後佢就問你申報翻過去呢5年嚟嘅旅遊歷史。記住佢因為呢一個 system 好醒目啦，佢已經聯通咗好多歐盟啊、同埋英國嘅出入境記錄，所以其實佢比舊 form 填少好多嘢。例如你去歐洲、加拿大、澳洲、瑞士、新西蘭，你係唔需要填嘅。即係假設如果你去香港旅行、去日本旅行，你就要填 yes。去到呢一步咧，佢就開始填個旅遊歷史啦。咁我呢度擺咗一個 comparison， 右邊就係之前舊嘅 form， 左邊就係新嘅 form。呢度有一個比較大嘅分別，就係如果舊嘅 form 咧，因為佢冇辦法呢個 system， 佢唔識得自動連通你英國出入境歷史，所以你係要填邊旅行嘅時候邊一日離開英國，同埋邊一日返到英國。咁而新嘅 form 咧，因為佢已經連通咗你英國出入境歷史，你只係需要填。For example， 如果你旅行去日本嘅話，你首先填日本，跟住佢就問你第一個問題：你幾時係到達日本？因為你去日本啊嘛，咁你到達日本，但係記住你喺英國起飛嘅時候咧，同到達日本未必同一日，因為長途機，咁所以呢個你要必須查清楚。然後第二條問題就係你幾時離開日本，都係啦，因為長途機可能日子會有偏差，呢個你要記住留意。咁所以新同舊 form 咧，有機會唔可以照抄。呢個就 NI number， 咁我相信大部分人都有噶啦，尤其是需要返工嘅人，咁就填返 yes， 冇嘅話就填 no。呢度就係打返入嗰個NI number。呢度就問你有冇駕駛執照啦，英國嘅，咁有就填返英國駕駛執照嘅號碼。呢度就問你有冇攞過 public 分，咁正常嚟講咧 BNO 嘅 visa holder 係唔應該攞 public 分嘅，咁所以大部分呢一刻咧都係填 no。然後佢就問呢一度你有冇可以豁免 Life in the UK test？ 例如有啲咩人可以豁免呢？65歲以上。咁所以大部分呢一刻咧，其實都係要填 no 嘅。咁你有冇pass 咗啦？即係你有冇合格啦？咁你如果你需要考嘅話，呢一刻你必須要合格，咁所以填 yes。然後你就填翻嗰個號碼啦。咁呢一個號碼你會喺嗰個Live in the UK 嗰個 email 嗰度話congratulation， 恭喜你 pass 咗 exam， 佢就會有一個好長嘅號碼。咁我建議係 copy and paste， 因為打嘅話係好容易打錯嘅。呢度就問你有冇其他國家係拒絕你簽證啊，或者俾人驅逐出境。咁大部分人我相信都係答 no。呢度就問你有冇英國犯過法啦。咁有犯過法就答 yes 啦，咁我相信大部分人都係答 no 嘅。咁呢度就問 conviction 啦，其中包括 driving offence， 即係一啲係駕駛嘅違規。咁有啲人超速嘅話咧，未必等於駕駛違規嘅。我哋公司有一個 post， 上一個 post 咧就係教人哋點樣去政府網站嗰度 check 下究竟你收到嘅告票算唔算違規？呢個可以睇翻個 post。咁所以大部分人咧，我相信都係答 no 嘅。如果有嘅話就照報。呢度就問你有冇戰爭歷史啦，咁大部分人都係 no。然後就問你有冇參加過terrorist， 即係恐怖組織啊，咁我相信大部分人都係 no 嘅。極端組織有冇參加過？大部分人我相信都係 no。問你係咪一個 good character 啦，即係咪一個好人啦？咁睇翻問題，我相信大部分人都係答 no 嘅。然後僱傭歷史啦，呢個就問翻主要你有冇去英國參過軍啊，或者做過財審團，或者做過一啲係政府嘅工作。睇翻個文字，咁我相信大部分人都係 no 嘅。咁呢度就問你關於英文嘅ability 啦，就係話你其實呢個問題問你2021年嘅時候你有冇提供過？咁因為2021年嘅時候咧係唔需要提供嘅，所以呢一個刻大部分人都係填 no。然後呢一度就問你同你解釋翻而家呢一個visa 嘅英文，咁你撳 continuous， 下一步佢就會問你你呢個英文係點樣去 pass 呢個？如果你係 B1 嘅話咧 ，B1 test 嘅話就你會揀第3個。如果你係英國或者英文嘅degree，或者係已經係做咗嗰啲認可嘅話，咁你就揀1或者2。咁去到 B1 嘅時候咧，佢就會問你邊個 organisation， 咁你就填翻 Trinity College London。然後呢一張你考 B1 嘅時候咧，粉紅色佔咗呢個位就係 UER 嗰個號碼，
咁亦都係 copy and paste，佢會問翻你個號碼嘅，都係嗰句盡量係 copy and paste 打嘅話會打錯。呢一個頁面叫做 security question， 係佢會有啲問題，然後你可以選擇問題，然後自己揀翻答案。咁個答案最好自己抄翻低，因為將來有機會有用嘅。呢一個主要話翻俾你聽，如果你留喺英國但係冇 permission 嘅話呢，咁你就唔可以工作，你亦都唔可以用其他公共服務之類。呢一個就話翻俾你聽，你下一步將會踏入個人聲明同埋俾錢，咁撳 continue 就 OK 啦。呢一個頁面就問翻你係咪申請人定係你代其他人申請啦。第一個就如果你自己係申請人並且超過18歲嘅話，咁你就揀第一個。如果你第二個係申請人但係你未夠18歲嘅話，就揀第二個。第三個就係如果你係家長代小朋友申請嘅話，咁你就揀第三個。去到呢一步呢，其實佢話俾你聽你要做嘅嘢其實已經完成晒㗎啦，剩低落嚟就係俾錢。呢度就話翻俾你聽，下一步要俾錢啦，咁你哋準備好卡啊嗰啲就可以撳 continues。因為再撳落去嘅時候呢，呢一頁就係大家所謂搶快證嘅頁面。而家呢一刻你見到，首先我呢一個撳嘅時候呢，佢係4月8日之前，所以佢係3000蚊左右。咁但係4月8日之後呢，加咗價，咁普通嘅證都係要3200幾。咁喺呢個頁面呢，如果嗰一刻你有快證嘅話，佢就會有兩個價錢，一個係正常價錢，一個係再貴啲嘅價錢。咁我而家呢個頁面呢，當一刻係冇快證嘅，咁所以只係有一個選擇。咁但係如果你想再試嘅話，你可以喺第二啲日子再試過某一啲時間再試過，睇下佢有冇出現有快證呢個選擇俾你。咁如果你 OK 嘅話，你就撳入去啦，撳 continues， 跟住就用卡嘅網上俾錢啦。然後佢去到俾完錢之後呢，佢就會同你講你 payment 已經成功咗啦，然後 reference number 咁樣。然後去到呢一刻呢，佢就同你講你個申請已經係成功遞交，而你個 UAN number 係乜嘢。咁然後佢都話，如果你有啲乜嘢要遞交證據嘅話呢，咁你就必須要喺某一個日子。咁因為我當時呢一個表撳嘅時候係4月頭，咁所以佢就話6月中要交晒所有嘢，所以大家大概係有2個月時間左右去提交所有嘅文件。咁再撳落去呢，其實仲有最後一個就係遞交文件，撳入去。咁其實新方係大部分人都唔使點樣交嘢嘅。咁而家我呢個申請佢就直頭寫住唔需要交任何證據，唔需要交任何文件，即係信件啊、cover letter、scan 嘅 passport 全部都唔需要。咁但係大家記住一樣嘢，就係要 check 翻 email 入邊佢有冇一封後尾 send 翻出嚟嘅電郵同你講，咦，你要提供某一啲文件喎，咁呢個建議大家不斷咁樣 check 個 email。如果電郵冇叫你提交補交文件嘅時候，但係你又覺得有啲文件係非常非常之想交嘅時候呢，其實你可以 log in 去翻最後嗰個步驟嗰度，佢有一個叫做provide evidence，咁其實你係可以 upload 一啲嘢嘅。去到最後，亦都係最重要同埋最容易漏嘅一個步驟，去翻電郵嗰度，首先 check 翻你有冇文件需要補交啦。譬如呢一個例子，佢就冇需要文件需要補交嘅，咁所以就可以直接 confirm and submit。咁如果你有嘢要提交嘅話呢，其實你係有2個月時間交齊晒所有嘢先至撳 confirm and submit。咁你要記住 confirm and submit 呢一個掣必須要撳，你一刻唔撳呢，佢都係唔會開始做嘢。咁所以呢一個掣千祈唔好留，必須要 log in 入去再撳 confirm and submit。多謝大家收睇，希望資訊可以幫到大家，祝大家成功申請永居。